Yo，我哋繼續讀解篇嘅解說啦吓，今日係27課，咁我先正常速度讀一次啊。佢個標題係ドラえもん。日本の子供たちはドラえもんが大好きです。漫画の主人公で猫の形のロボットです。ドラえもんは不思議なポケットを持っていて、いろいろなものが出せます。例えば、タケコプターやタイムテレビです。タケコプターを頭につけると自由に空を飛べます。タイムテレビでは昔の自分や将来の自分が見られます。私が一番欲しいものはどこでもドアです。どこでもドアを開けるとどこでも行きたいところへ行けます。皆さん、もしドラえもんに会えたらどんなものを出してもらいたいですか？你今課介紹哆啦 A 夢喎，咁喺我嘅年代係叫做叮當嘅。日本の子供たちは，即係話日本嘅小朋友們係主角啦。哆啦 A 夢、叮當都係冇同我譯翻做叮當。然後加就係表示哆啦 A 夢係後面大好き嘅賓語啦，即係話超中意、超喜歡叮當。咁叮當咪個賓語です，因為呢度係用緊一個禮貌型作結嘅，所以你個大好き後面就要連接一個です啦。咁你唔可以用是嘅方式理解啦。咁所以呢句好簡單啫，即係話日本嘅小孩子、日本嘅小朋友超級中意叮當。然後漫畫の主人公咧，咁佢係漫畫の主人公變成踢劇，咁就加爹得啦。漫畫の主人公咧，咁漫畫の主人公好簡單啦，即係漫畫嘅主角。然後點解係貼形啊？佢係愛嚟並列緊個特徵嘅，並列緊個特性，即係佢係 A 同埋係 B， 仲有係 C 咁樣啦。所以你可以譯做同埋，或者唔譯都得嘅。然後呢個咧，形のロボット，即係貓嘅外形嘅機械人。然後 des 呢度真係啦，跟住最後加翻個主角佢啊，所以成句就係佢係漫畫嘅主角，同埋係一隻貓型嘅機械人咁啦。然後哆啦 A 夢話，即係話叮當係呢句嘅主角咯，係呢句嘅焦點咯。不思議なポケット，即係不可思議的口袋。然後 O 就係表示前面嗰個不思議なポケット係後面持っていて嘅賓語啦，即係擁有、持有呢個不可思議嘅口袋，所以佢係賓語。然後持っていて，咁啊佢係來自持ちます啦，然後變成進行形就持っています，再將持っています變成貼形就持っていて。咁持ちます其實就係拎啦、攞住啦、攞上手咯、揸住咁嘅意思。咁進行形持っています就係表示佢係處於呢種持有、拎住、揸住或者擁有嘟嘟嘅狀態啦。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佢擁有呢樣嘢。所以我哋要分得好開咯。齋係持ちます咧，就係一個行為嚟嘅，即係將某一樣嘢拎起佢揸喺手，而持っています就係一個狀態，就係拎住佢揸住佢擁有佢。然後踢劇就係表示前面導致到後面嘅結果啦，即係話佢擁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口袋，令到佢導致佢後面嘅結果。咁導致佢咩咧？令到佢咩咧？いろいろなもの，即係各式各樣的東西。然後加就係表示いろいろなもの係後面出せます嘅賓語啦，即係能夠攞出、能夠拎出各式各樣嘅嘢，所以佢係咪個賓語？出せます咁係來自出します，再變成可能形出せます，即係有能力拎出嚟，能夠攞出嚟。所以成句就係哆啦 A 夢佢擁有一個不可思議嘅口袋，令到佢可以由個袋裏面拎出各種各樣嘅嘢出嚟。然後例えば咁即係話舉個例子嚟講嘅話咧，咁嘅意思。咁你直接譯做例如得噶啦。タケコプター竹蜻蜓咯。呀就係表示唔係淨係得呢兩嚿嘢噶，佢仲有其他例子噶，不過佢舉呢兩個出嚟啫。
哆啦 A 夢好似有成1000幾件道具噶嘛，所以佢舉2嚿啫。然後タイムテレビ時光電視機，然後です其實個意思就係係嘅意思，不過喺翻譯嘅過程你唔使譯嘅，所以成句就係、例如竹蜻蜓啊，同埋時光電視機啊咁咯，仲有其他嘅，但係我淨係列呢2個啫。然後タケコプター竹蜻蜓啦，O 就係表示タケコプター係後面頭につける嘅賓語啦，即係將竹蜻蜓賓語黐貼安裝喺個頭上面，所以個竹蜻蜓就係個賓語啦。然後頭につける就係安裝啊、黐啊、貼喺個頭度。然後と就係表示前面嘅事情發生嘅話咧，就會出現後面嘅結果噶啦。所以我譯做乜乜的話啦嘅話，咁即係話タケコプター頭につけると就係將竹蜻蜓黐喺頭上面嘅話，咁會出現咩結果咧？自由に係個副詞啦，即係自由自在地咁啦。空就係天空，然後お就係表示呢個天空係後面飛びます嘅過程裏面會經過、穿越、穿過、跨過嘅嘢。咁只不過中文佢都係譯做在嘅啫，即係在天空飛。然後飛びます佢係來自飛びます啦，變成可能形就係飛びます，能夠咁樣做，有能力咁樣做。咁所以呢一句加埋就係、如果你將竹蜻蜓黐喺頭上面嘅話，你就能夠自由自在咁喺天空度飛啦。所以個 O 係譯唔到。然後タイムテレビ時光電視機咧，D 就係表示用啦、以啦、透過啦、利用呢個工具。然後哇就係表示タイムテレビで係呢一句嘅主角啦。所以小心咯，主角唔係你，唔係哆啦 A 夢，唔係時光電視機。我唔係介紹緊你，唔係介紹緊哆啦 A 夢，唔係介紹緊時光電視機，而係タイムテレビで透過時光電視機，佢係主角。咁透過時光電視機點咧？昔の自分即係以前嘅自己啦，往昔嘅自己啦，也同樣地係表示唔係淨係呢兩樣嘢噶，仲可以睇到其他嘢嘅。但我列2個比較重要嘅嘢出嚟啫。將來の自分，將來嘅自己。然後加就係表示呢個昔の自分や將來の自分係見られます嘅賓語啦，即係話能夠睇到、能夠觀看到以前嘅自己或者將來嘅自己，所以佢咪個賓語。然後見られます就係來自見ます啦，變成可能形，咁即係話係具備呢個能力，擁有呢個能力去睇、去觀看咁啦。咁所以成句就係、透過時光電視機，你係可以觀察到，你係可以觀看到以往嘅自己或者將來嘅自己嘅。你仲可以睇到其他嘢啊，但係我列2個比較重要嘅例子出嚟啫。私即係我啦，加小心啦，加係表示前面嗰一嚿嘢係主角嘅一部分細節。咁啊，跟住一番欲しいもの即係最想要嘅嘢啦。哇就係表示前面嗰一輪嘢係個主角啦，即係私が一番欲しいもの係呢一句嘅主角。所以諗唔諗到啊？主角係我最想要的東西，咁而當中嘅我咪就係主角嘅一部分細節咯。你唔好將個焦點放喺我度，你將個焦點放喺個東西度。然後多個啲乜多啊？隨意門啦，this 就係啦。所以成句就係、我最想要嘅嘢係隨意門。然後多個啲乜多啊？我開けると就係打開隨意門嘅話，好，咁と就係表示會有咩後果發生咯，會有咩結果發生咯。多個啲乜咁啊？首先多個就係哪兒啦、哪裏啦、邊度啦嚇。
咁配合呢個 demo 就係表示包含前面嘅所有嘢都係肯定句嘅意思。咁所以我順便一提咯，如果個 doco 配 more 嘅話，就係表示包含前面嘅所有地方地點都係否定句啦。嗱，我具體啲就係 doco demo 就係邊度都，然後要肯定句。doco more 就係邊度都要接否定句。咁因為你嗰道門係無論邊度都肯定去到噶嘛，肯定句嚟噶嘛，所以你會明白點解係 doco demo 多啊，而唔係 doco more 多啊。然後行きたいところ想去嘅地方 ，A 就係表示前往嘅方向，行けます就係行きます嘅可能形，就變成行けます啦。咁啊，即係有能力做到，能夠去到，能夠前往咁啦。所以成句加埋就係，如果你打開隨意門嘅話，咁你就可以去到所有你想去嘅地方，係咪肯定句啊？所以咪配 demo 咯。然後皆さん，咁即係指我哋呢一班讀者啦。咁多位讀者，咁多位朋友，もし就話俾你聽，以下落嚟嘅係一種假設嘅狀況，唔係真實情況嚟嘅。所以你見到佢係配合後面嗰個他那一齊用嘅。咁一陣間再講啊。哆啦 A 夢叮當呢就係表示你動作嘅對象，然後會えたら就係來自會います變成會えます，再會えます變成他形會えた，你要變成咗他形之後先可以接駁啦嘅。會えたら，咁一開波嘅會います就係表示遇到啦、撞到啦、見到啦、碰到啦某個人咁，而會います就係有能力咁樣做，能夠咁樣做。跟住塔 K 再加啦，呢個他啦就係表示如果前面嘅情況發生嘅話，後面你會點啊？所以見到佢同個もし加埋一齊就係放心，以下嘅情況一定係假設噶啦，一定係冇可能發生噶啦。但我假設啫。如果你能夠遇到哆啦 A 夢嘅話，嘟嘟嘟咁啦。どんなもの即係點樣嘅嘢，怎樣的東西。O 就係表示呢個どんなもの係出して嘅賓語啦，即係攞點樣嘅嘢出嚟，所以點樣嘅嘢就係個賓語。然後出してもらいたい就係出します變成梯形啦，然後梯形再加もらいます。然後再將個出してもらいます嘅 must 轉做たい，出してもらいたい。咁首先出します就係拎出嚟啦，攞出嚟啦。てもらいます就係麻煩對方幫你咁做，勞煩對方幫你咁做，所以做嘅唔係你，做嘅係對方。たい就係表示想啊，所以加埋呢個出してもらいたい就係表示你想麻煩，你想勞煩對方拎出嚟。拎嘅係叮當，拎嘅唔係你。this 因為成抽都係一個禮貌型嘅結構，所以要加個 this 啊，冇用嘅，你唔可以理解做是嗰個意思。然後卡係問句啦。好，所以成句就係咁多位朋友，假如你有幸能夠見到叮當嘅話，咁你想麻煩叮當攞啲咩俾你啊？咁啦。係你要開口叫哆啦 A 夢，叫叮當攞出嚟嘅，佢唔會無啦啦見到你小明就攞把空氣炮俾你噶嘛，一定係你開口叫佢，所以個てもらいます就係麻煩對方咁做。咁至於我啦噃，我梗係最想要叮當嘅嗰部増える銀行增值銀行啊，有咗佢喺度，我每日淨係存10蚊我都夠使啦呢一世。咁你哋最想要叮當攞啲咩出嚟呢？好，最後我哋慢慢讀一次啦噃。日本の子供たちはドラえもんが大好きです。漫画の主人公で猫の形の
ロボットです。ドラえもんは不思議なポケットを持っていて、いろいろなものが出せます。例えば、タケコプターやタイムテレビです。タケコプターを頭につけると、自由に空は飛べます。タイムテレビでは、昔の自分や将来の自分が見られます。私が一番欲しいものは、どこでもドアです。どこでもドアを開けると、どこでも行きたいところへ行けます。皆さん、もし、ドラえもんに会えたら、どんなものを出してもらいたいですか？ OK，明白嘅話，我哋下一課再見啦。